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Alex。那么呢，今天呢很开心可以跟陈慧琪老师一起合奏弹这首来自 Beyond 的《真的爱你》。在此祝福所有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，迟来的母亲节快乐。还有谢谢陈老师我们一起的合奏，然后希望下次有更多机会我们可以合作，跨国的合作。那么呢，谢谢大家欣赏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慧琪，非常的开心，在这个5月感恩温馨的季节里，还能够和 Alex 老师一起合作这首 Beyond 的《真的爱你》。那在此也献给所有伟大的母亲们，祝你们母亲节快乐。虽然母亲节已过，不过这首歌还是有它的意义存在哦。之后还希望一起和马来西亚的 Alex 老师一起合作更多好听的曲子。谢谢大家的观赏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订阅给音乐频道哦，以及 Alex 老师的频道 APA Music Studio。谢谢大家。